大家好啊！今日就嚟到12月29號，就係星期一嚟嘅，就嚟到年尾啦，就可以講下咧，就2026年啦，係有啲咩部署係可以做定先嘅。就首先咧，就講下恒指啦，就見到恒指方面嘅話，呢排啊，其實呢3個月咧，恒指方面都係橫行緊啦。而我自己就覺得咧，其實如果係橫行緊嘅話咧，證明其實去到年尾咧，唔代表即係啲資金咧係仍然都係留喺個股市嘅。點解我咁講咧？就係咧，其實雖然呢3個月啊係橫行緊嘅話咧，其實最近呢1-2個月嘅話咧，其實都有啲某啲板塊啊、某啲行業咧都係比較強勢嘅。而主要最強勢有幾個板塊咧，一隻咧就係嗰啲內險股咧。見到內險股方面嘅話咧，呢幾排啊都算比較強勢咧。而今日曾經咧2628咧就係破咗個新高嘅，所以就係咯。就如果嗱短線方面嘅話咧，我自己都係繼續睇好啲內險股啊。而我自己就覺得啲資金方面嘅話咧，都係會繼續嚟流入啲內險股啦。另外咧就見到咧雖然我唔係睇好啦，不過就如果嗱見到呢排價咧，亦都係有啲資金咧係流入嗰啲芯片股嘅。你嗰個9月頭到而家嘅話咧，都係不斷有啲資金係流入啦，證明成個市方面嘅話咧，都係仲係有錢係肯喺呢個市場玩嘅。而我自己就覺得咧，其實26年方面嘅話咧，港股大機會咧我講大機會，因為其實冇你投資冇可能係確定㗎嘛。而我自己就覺得，如果嗱港股方面嘅話咧，係偏大機會啊，係港股係會繼續突破咧。而我自己就睇2026年咧，港股同美股應該都會繼續向好啊。而港股方面嘅話咧，其實如果嗱有啲咩板塊係會特別利好嘅話咧，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咧係難睇嘅。不過我係偏向咧係去一啲 AI 嘅科網股啦，即係阿里巴巴啊，或者騰訊啊呢啲股份嘅，即係呢啲股份咧應該係會帶頭嘅。而我自己就覺得咧，其實如果你話想全面啲嘅，即係咧直接啲睇好港股嘅話咧，都係隻388咧。因為咧其實如果大家記得嘅話咧，如果大家2022年係有炒過港股，或者呢10年啊係睇過港股嘅話咧，其實好多時候港股咧每次一破新高，或者你話大牛市嘅話咧，隻388咧都係會破新高嘅。而其實如果睇翻388方面嘅話咧，佢歷史新高咧係大約係550蚊啦。而其實距離現價咧係仍然都係一個比較大距離嘅。我當佢到時破新高啊，去到600蚊嘅話咧，其實頭尾咧你而家400蚊買入嘅話咧，都有差唔多成200蚊嘅利潤空間啊。所以就係咯，我自己就覺得如果大家係同我係一樣方向嘅，即係睇港股係行牛市嘅話咧，其實隻388咧，我覺得係幾唔錯咧。因為咧其實你當港股行牛市嘅話咧，你賺200蚊嘅話咧，其實頭尾咧都有成50%嘅。而其實50%你當求其買隻科網股嘅話咧，其實真係好難係做到呢個50%回報。因為咧我當阿里巴巴你買中啦，賺50%嘅話咧，其實你最後咧係賺70蚊啊。而其實70蚊你加落去140蚊嘅話咧，其實係差唔多啦，係去到210蚊啊。而210蚊我唔係覺得係冇可能啦，不過其實你一個阿里巴巴去到210蚊，或者你話388去到500蚊嘅話咧，其實我自己就覺得388咧係易少少嘅。因為咧其實你一嚟係直接啲啦，二嚟咧其實我唔係話阿里巴巴係會弱啦，不過其實我係睇好阿里巴巴嘅。不過因為咧其實你阿里巴巴都有比較多嘅因素啦，即係你可能電商有機會放慢啊，AI 發展有機會係會俾其他競爭者係取代啊。而其實你即係388嘅話咧，只要港股係行牛市嘅話咧，其實佢自然就會破新高嘅。所以就係咯，我自己就覺得如果嗱想低風險啲嘅，而接受到如果港股係行到大牛市，接受到50%回報嘅話咧，其實我自己就覺得咧，隻388係真心係唔錯嘅。而我自己就覺得其實現價你當而家 P/E 30倍，其實佢因為 EPS 咧係大約係計出嚟大約係13蚊至14蚊啦。而除出嚟嘅話咧，大約係30倍 P/E 啊。而其實你30倍、40倍 P/E 嘅話咧，其實我自己就覺得都係 OK 嘅。而係咯，如果港股成交係真係可以上翻2500億以上，其實你到年尾都去到2400億嘅話咧，其實我自己都覺得都係勁嘅。係咯，如果佢係可以繼續維持到呢個成交嘅話咧，其實我自己就覺得都係比較強勁嘅。就美股方面嘅話咧，我都冇乜特別啦，就繼續持有住 MGM 啦。就 MGM 其實我都講咗差唔多成3-4個月㗎啦。我自己咧都係主要最睇好，即係嗱個股最大倉位係差唔多係呢隻啦。或者咧麥當勞咧都係一個比較大嘅倉位。因為咧其實如果下年咧即係美國嗰邊係即係 QE，即係我自己就覺得美國嗰邊應該係減息 QE 嘅。而減息 QE 一嚟
係利好美債啦。其實我自己都有持有住美債啦，就美債我自己係睇好嘅。就如果大家有記得嘅話，就美債我係睇好啦，同埋如果係 QE 加減息嘅話咧，自然係房地產係會利好嘅，而其實麥當勞咧亦都會利好啦，所以就係咯，下半年我覺得亦都係睇好麥當勞啦，同埋亦都係睇好嗰啲賭股嘅，即係博彩股啊，就 FLUT 係睇好啦，同埋就睇好隻 DKNG 啊，不過就 DKNG 個倉位咧係稍為係細少少嘅，只係佔我倉位咧係大概係2%啦，而 MGM 就比較大嘅呢個倉位係都比較大啊，即係咧佢1%喐動咧係已經係對我倉位咧影響都大啊，所以就係咯，我自己咧都係腳持有住 MGM 啦，就 MGM 最大倉位啦，第二倉位都係麥當勞啦，就 FLUT 都同樣啦，都大大地嘅，大約有5%倉位啦，同埋就 DKNG 咧1-2%倉位嘅就係咯，暫時美股都係呢個操作啦，而都冇乜特別嘅變動嘅。好啦，就講個參物嘅，我以上都唔係投資建議啦，就現只供參考。嘅大家睇完消化先到做任何操作啦，即係部署啦。就投資嘅涉及風險啦，任何收益或者損失咧對本人無關嘅。好啦，就講參物，拜。